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家嫂姐帶大家嚟到太子嘅粥麵鋪咧，去試勻佢哋咧一系列嘅人氣美食。Let's go！ 第一隻夢王 A5 和牛檔，你睇下佢隻蛋幾咁生猛，按托咧就再淋埋啲豉油汁落去，塊和牛咧就好似浸完溫泉一樣咁滑溜溜，和牛醬汁白飯一剔過，呢個組合咧真係冇有得輸啊！第二隻咧就係佢哋嘅包汁冬菇花膠鍋，呢兜嘢係連埋個爐一齊滾住上，嗰塊花膠好有肉地，個冬菇夠晒腍，索晒汁，個湯底極濃郁。我食緊呢隻咧係關廟麵，係店員強烈建議我哋揀嘅，真係冇介紹錯啊！呢隻麵勁索汁，吸收晒啲日月精華，極正啊！嚟到中場休息，飲翻啖佢哋自家製嘅涼茶，呢度 total 咧就有3款涼茶，各有唔同嘅功能，可以根據翻自己當時嘅體質去選擇，仲可以揀有糖定係冇糖，咁貼心。如果係男人諗出嚟嘅話咧，一定係個好老公啊！嚟到最熱氣嘅環節啦，我叫咗韭菜餃拼炸鮮奶卷，竟然可以雙拼，真係啱咗選擇困難嘅我啊！炸韭菜餃配泰式辣醬，一啖咬落去咧，外面炸到好脆口啊，入邊啲餡咧又勁多汁，呢個師傅真係有料到。炸鮮奶卷咧就跟煉奶，外層酥脆酥脆，鮮奶漿暖粒粒咧就邊咬邊咇出嚟啊！真係有初戀嘅感覺啊！唔係講笑啊，我同我 friend 咧食到清晒碟，剩翻塊生菜咋，勁滿足咯！我想講呢間餐廳一定要翻兜，跟住到我埋單嗰下咧，仲要發現有800折優惠，真係抵到喊啊！全部主打都係賣點，真心平靚正。如果你去開太子咧，一定要過嚟食啊！記得 like 同 follow 家嫂啫啊！下集再見，拜拜。